你知道嘅南大門咧係咪得童裝批發？但其實呢度咧仲有最大嘅飾品批發市場，連東大門好多鋪頭咧都喺呢度攞貨。一如既往，吃貨食咗先行。會賢站5號出口出嚟2分鐘嘅距離就可以到南大門必食嘅刀削麵街。呢度嘅刀削麵咧有別於其他地方，主打手製嘅麵條口感油韌且帶獨特嘅彈性，麵食控咧同埋中意 Q 彈口感嘅朋友咧一定會愛上。因此好多節目咧同埋知名嘅 foodie YouTuber 咧都慕名而嚟，仲可以感受到真正韓國傳統市場嘅氛圍感。食完就開逛咯。其實成個南大門咧飾品批發市場咧真係巨大無比，要行完咧基本上係冇可能。但如果要揀一棟行咧就揀依棟，因為好多熱賣款嘅出處咧都喺呢一度。特別整理咗2間店咧都係百搭款嘅銀色 Super Therapy， 佢哋絕對係我 No.1 嘅 pick， 主要係銀色小石作為點綴嘅設計，款式簡約顯時尚，日常百搭款。喺店裏面睇嘅時候咧，真係每一款都想帶翻屋企嘅節奏。但批發市場嚟講咧，佢唔算係十分平，但 CP 值咧都仲係高嘅。Maybe 都係以銀色作為主軸，但更多嘅係銀色同埋彩珠嘅混搭款，更加適合咧唔中意單調嘅朋友。大家嚟南大門飾品批發市場咧要注意幾點，影相之前咧一定要問過店家。目前咧幾乎大部分嘅鋪頭咧都仲未可以單賣少量嘅，而且要有心理準備咧要睇眼色，因為呢一度咧大部分都係唔賣服務噶。想要名正言順咧單買嘅話咧，可以去呢一間鋪，喺刀上面街1分鐘嘅距離，綜合售賣飾品嘅配搭、帽、手機配飾嘅賣場，佢哋仲好歡迎想創業嘅朋友。但款式時尚度咧，我個人咧就係推薦溜溜比較多嘅。行完又餓嘅話咧，就可以試下南大門必食嘅蔬菜糖餅，寫象稱呢一個咧為韓國人兒時回憶美食。想要資訊嘅朋友咧留言加1，整理全部發俾你，分享住傳統家嘅行程，追蹤我一齊地道式玩韓國。下次見，睇咩拜用。